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今仔开股东会，嘛要进行人事的改选。有风声讲，台北市政府要派前金门县长杨定娥做董事长，高雄市农业局的前局长吴宏明做总经理。另外，有风声讲农委会是想要让现任的总经理来连任。今仔早起的股东会，台北市政府甲农会派合作，伫董事会摕到14个董事的名额。外界预期讲，杨定娥选调董事长的几率是真大。也毋过下晡，因为董事会出席的人数无够，要改到6月30才阁要开董事会，到时阵才会选出董事长甲总经理。台北农产运销公司26透早召开董事会，而且改选人数，正道风声讲，台北市府甲云林县前县长张英美的农会派合作，科我关键民国要杀前金门县长杨定娥去做董事长，高雄市农业局前局长吴宏明做总经理，要甲经营权摕到转来。这个人事的改选是有信心会当上董事长吗？没有，我们现在都不做评论，谢谢。农委会嘛，前过来咧布局，想要让尤进兴继续做总经理。改选前一日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中伫面册顶替尤进兴甲韩国瑜做总经理期间，菜市大卖介绍变动的资料表示，讲互专业的来经营，才会当改变菜土菜金，增加农民的收入。中国农会总干事张永成就批评，10年前的物价甲即马完全无同，安尼比较无意义。讲农委会甲北农当作是政治后社人事单位，真侪民国党书早就真不满。我们有得到了14席的董事，那我们预计就是董事长是会推杨政武当为董事长，然后吴华敏为总经理。所以其实这应该算是已经是蛮确定的了，因为14席嘛，就等于是已经过半了。对。即马放农的股权，包括农委会甲台北市府各占22.76%，关股比例无过半；其他包括各级的农会24.81%，农产品贩运商等20.19%，台湾省青果运销合作社9.48%。照惯例，北农的董事长是市府推派人选，总经理是农委会来决定，最后敢会平盘，是引起各界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